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4月23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高雄市韩国瑜市长讲，海军敦睦舰队踮伫咧高雄市离死的官兵，到下晡5点，若果唔配合市府疫情调查，就要处罚。海军的官兵要调转去的时阵，有警伫咧台中一中车搭四边的打头家就讲，这两天生理是落有7成去。美国国务卿讲，伊断定中国绝对暗卡疫情，无即时通知 WHO 病情伫咧传的过程。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今仔日佫加验出海军潘石南的军船顶头一个官兵得着武汉肺炎。这单旧金烧话案件已经导到29个人染着病，咱国到今仔日计共是427宗病例。另外，指挥中心嘛宣布讲，禁止中国飞台湾的机帮，佫有禁止旅客转机的政策，目前拢有要继续实施。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那今天呢，我们公布新增这一例的病例。那20多岁的男性是敦睦舰队的军人潘世健。那个案4月18日到集中检疫所隔离采检。一采的结果是阴性，那4月19日陆续出现喉咙痒痛、咳嗽等症状，那21日再次采检，那今日确诊。所以总共这样的一个敦睦舰队这潘世健里面总共到现在为止有29人确诊。还要宣布就是说我们延长实施限缩两岸直航的航线及旅客来台转机的禁令那继续。今日早起高雄市韩国瑜市长讲，海军敦睦舰队这队军船内底，带伫咧高雄市内的官兵，还有24个唔愿配合市政府探问疫情的调查。伊讲，若到下晡5点，佫唔配合，就要罚。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陈时中指挥官是讲，这24个官兵若唔是确定染着病，也是真有可能致病对象，就袂当用疫情调查的法律要甲人处分。韩市长另外佫有宣布讲，要针对通高雄市内4000几个医护人员，拢总落去过验武汉肺炎的病毒。甲隔离的装备穿好，伫咧染病的官兵捌出现的高雄国贸社区进行大规模的消毒。高雄市政府为了要防止疫情破口，针对敦睦舰队带伫高雄市350个守兵进行疫调。不过，即马有24个人唔愿配合。身为高雄市这整个疫情指挥官的角色，在这里提出郑重呼吁：今天下午5点以前，如果这24位海军官兵拒绝疫调，我们将正式开罚。以这个任务上面有一些机敏性，然后上级没有交代说可以对外公布这一部分的理由居多。根据传染病防治办法，会当开罚6到30万不等的罚金。高雄市长韩国瑜嘛宣示，要针对全高雄市4000多个医护人员来检验病毒，唔免逐天拢感觉惊吓。市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愿意筹措财源来帮助高雄市这些医护朋友跟第一线的工作伙伴。那所以我们筹措财源完毕之后，是希望能够帮他们做好这个检查的工作。市长韩国瑜表示，疫情愈来愈严重，治安嘛变歹，要恢复村安全案5月3号的兵推演练嘛势在必行，要来甲大家宣示防疫的决心。记者陈义莹、陈显坤高雄报道。咱过来讲，因为4月18，海军敦睦舰队顶头的官兵要调转去的时阵，有警伫咧台中一中车互人员会合。但这4边3间学校内底，国立台中科技大学就宣布讲，若共迄站时间，学生有伫咧官兵集合的角头行大超过15分钟，网因就要穿防疫甲14天。伫咧遮结市讨谈的打头家担嘛讲，这两天消息出来，生理是落有7成去。店员当日无应甲柳丁切开来加接，不过数量比以往减了真济，因为2个较紧的官兵，包括一种上款的活动，还佫伫店面所在卖场，大家生意咁要冻袂落去。还蛮多的哎，因为我们就是原本都是大排场的，可是现在就是自从他们来了之后，我们现在客人真的少很多。
以往上午一中相关的店家拢会开始闭了，不过军方18号紧急召回军舰的官兵，这下店就选伫台中一中的消息出来了后，生意做几工仔大受影响。店外讲人潮减了一大半，只使自主消毒，希望让顾客安心。不过讲到军方甲这下店的选伫人来人往的一中相关，还是破案连连。还蛮无辜的对吧？因为聚集地竟然是在我们这附近啊。学校本来就学生多嘛，商圈本来就人多嘛，你如挑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去做集合，一定要挑这边吗？至于讲这几工的生意在讲探底，无排除串联店家的求偿，而附近3间学校的学生嘛，探言影响袂小。对，就可能假日平常就尽量不要来吧，然后平日就是不要多留这样子。那这部分学生我们都已经把他们召集做健康卫教，那也要求他们做好健康自主管理的工作。台中一中经过调查，初步统计有88个学生受到警示警讯，另外18个人表示有经过阻止点，校方是要求配合自主健康管理。而台中科大是公告，事先只要是28号中昼11点到2点半这段时间，进出一中相关点15分钟以上，经过调查目前是183人，需要来遮防疫假14天。不过原来是优先款多，未来强制学生来放假，不过要求学生必须要落实自主健康管理。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是讲到底海军船顶这的患者捌去行踏过倒一寡点头？虽然各县市政府有发布调查的详细，不过假消息嘛是赢赢飞。嘉义和台南拢有营业场所去互人喊讲，捌有为着病官兵行骹到，有影是受害不浅。嘉义市的警方即阵也已经追查到5个伫咧网络顶头放假消息的民众，函送地检署侦办咯。在实时间早顿店内底无啥物人客，因为搬就咱卡只的假消息，互家的这间早顿店相当的困扰。这边跟这整条街都影响，让 7 都影响到啊。连续2天哦，2天3天都这样子，我们晚上更差更多。对啊，几乎应该客人都不敢来了。看到咱伫家的市出现确诊病例了后，网络顶就开始传家的一寡店家是确诊的卡只。嘉义市政府第一时间就澄清是假消息，警方嘛伫张家追查到传播假消息的5名网友，函送地检署。他们没有经过查证就直接转传到脸书里面，所以提醒民众未经查证的事实，不要任意传播。除了嘉义以外，台南嘛有诊所因为卡只的假消息，病患唔敢上门。诊所嘛表示会针对假消息的来源提出告诉。其实不只是我们，那包括一些他点名的店家，其实也都受到影响。那这样子，他必须要为他行为负责。台南地检署目前嘛针对假消息的来源，当咧积极调查当中，嘛呼吁民众乱传无查证的消息，可能会犯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且民众要多加注意。记者林伟霆、文正芬嘉义台南报道。海军这官兵到底是去到咱的邦交国帛琉遐去倒着武汉肺炎，还是本地伫咧台湾就去画着咧？感染症专门科的医师是提醒讲，无论源头对倒位起因，总是目前患者加减拢有人捌出入家市，即阵也是袂当断定讲大规模的社区感染完全袂阁发生，望民众共款就要提高警戒。国内海军群组确诊个案继续增加，感染科医生认为。其实，无论是已经确诊的，或者是更加早进前的境外移入个案，拢较可能因为不入去社区造成染产的感染。虽然可能是轻症，严格也是继续传播。台湾本土有隐藏的个案，应该有一些轻症或症状不明显的人还在社区里面。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找不到传染最原始的传染点，所以可能就会造成一个院内感染或类似军舰感染，类似这样子哈。医生分析，目前观察这个病毒，无论是轻症或者是重症，病情的持续时间拢真长。亲像北基过高雄金巴内舞厅跳舞的大伤，虽然是轻症，也拖了70几天。另外，病毒也会存活伫咧呼吸道甲胃肠道，甚至残留伫咧大便内面，拢有传染的可能性。第1个礼拜之后呢，很多人他粪便里面的病毒量其实是比呼吸道还高。而且目前也知道，粪便持续的时间说不定比呼吸道还久，所以理论上它是可以粪口传染的，所以基本上还是要注意手的卫生了。目前全世界确诊者内面男女比例差不多1.03比1，男性小可较悬。医生讲，这是因为女性的荷尔蒙会让帮助提高免疫力，而且男性食薰的比例更较悬所造成。不过，无论倒一种性别，拢也是有感染的风险。
全世界疫情严重情形之下，提醒民众也是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 NHK 电视台报道讲，日本国内已经超过11000人验出致病，救无起来也有将近300个。这内底佫有10外个人是过往了后验病毒，才断定有去染着。啊，病情拖了第一严重的东京都，昨就发生一站病院下底托婴中心内面，一个年母和8红婴就近烧毁病情的案件，看到实在让人真唔甘。啊，敢若短过去个月，美国就有超过84万人染着武汉肺炎，不幸死亡的佫有4万几个。但已经有美国国民伫咧议论讲，这拢是中国隐瞒消息，病毒才会传甲遮尔快。中西部的密苏里这州的检察长，他就出面控告，要求中国都要赔偿。佫有共受到真侪国家伫咧批评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新冠病毒伫咧美国造成严重的影响。密苏里州的州检察长施密特当地时间2日向法院提出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指控中国官员暗间消息，压制发现疫情的人，防疫不力，造成病毒全世界大流行，和密苏里州的民众遭受到4名加几多10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叫中国赔。中国讲，因对疫情所采取的主权行为无受美国法院的管辖，这是恶意的滥诉。这种所谓的控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十分荒唐。美国国际法教授讲，中国的回应唔是无道理，一个国家袂当被外国的法院起诉，这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中国应该提主权后边，诉讼可能会被驳回。Why file the suit? Well, there could be a couple of reasons. One would be if you don't trust the processe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y to find out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to try to secure some sort of redress. 民主党人士认为，共和党这边施密特为了要连任州检察长，才提诉讼，明显是选举考虑。刚刚因为疫情被批评的一个世卫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伫电话时间2日讲，宣布大流行的时间并无相伴，希望美国考虑恢复资金的援助。同时警告，疫情伫咧无同地区出现无同的趋势，防疫一个正长的路要行。This virus will b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虽然 WHO 一直辩解无配合中国安康疫情，外界依然正怀疑。澳洲总理莫里森当地时间2日建议调查 WHO 拖延通报疫情的时阵，提供监察另外的权利，让会当接触所有相关医疗资料，也免得到有关国家同意就让进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外交事务的头人，就是国务卿麦蓬佩奥，当时表示讲，伊断定中国绝对有暗看病情咧传的过程，无影有即时通知世界卫生组织 WHO。伊嘛批评讲，中国借这边的病情，甲台湾施展军事压力，制造南海四边这个国家的威胁。麦蓬佩奥佫讲，望世界政国都要甲中国做伙追究这个责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日伫例行记者会指控中国伫全世界无应对付新型冠状病毒时阵，趁机会挑釁。伊讲亲像北京做军，严重侵蚀香港的自治权，讲好了一批反民主派人，其中包括81岁香港民主党冲动主席李柱铭，跟媒体创办人雷迪英等，各点名强军对台湾甲南海施加压力。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exerting military pressure on Taiwan and coercing its neighb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ven going so far as to sink a Vietnamese fishing vessel.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ly opposes China's bullying. We hope other nations will hold them to account too. 蓬佩奥嘛批评中国涉嫌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违反2007年生效国际卫生条例规范。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d not report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coronavirus in a timely fashion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蓬佩奥指控北京即个拖表化一个月一直到近来每一个省2000病例，再向世卫组织通报新型冠状病毒会当人传人。通报到达，马龙博甲外界分享中国内部一开始的病毒样本，无得对种种疾病演变。美国嘛无排除病毒是对武汉陕西流出可能。蓬佩奥呼吁中国稳准外界考察人士进入相关的敏感陕西，确定安全。疫情影响全球，澳洲资深国会议员质疑中国讲对疫情保持透明的讲法，引发北京激烈批评，指控澳洲是听美国命令做代志。澳洲政府表示，总理莫里森20日暗时已经甲美国总统川普、甲德国法国领袖拢讲电话，寻求协助对新冠病毒疫情展开国际调查。
美国密苏里州检察长头一日控告中国隐瞒疫情了后，意大利嘛成立向中国政府集体诉讼的联署网站，这一天都过了100人联署。意大利的消保组织拍算提告，一间200年的老饭店已经提出赔偿诉讼。记者综合报道。是讲海军敦睦舰队去到帛琉的时阵，到底有办过什么款工课？国防部哪像无做一摆交代？但到立委咧质问外交部吴钊燮部长，伊敢会知？吴部长讲，外交部主要是配合国军训练的安排，支持国军。嘛有立委咧直讲，咱烧送喙烟予越南，越南前阵仔有烧送喙烟予欧洲，安尼敢有通？吴部长是讲，这是因为越南确实就讲有影欠用。国军敦睦舰队底备航炮继续伫拖，国防部原本讲停靠帛琉的时阵无开放民众去哩舰顶，毋过说佮解讲有代表去哩参加升旗典礼，引起暗坎事实的质疑。外交部敢是事先知影，部长吴钊燮强调讲综合配合演训，而且嘛连讲两届绝对支持国军。国军是捍卫我们国家安全最重要的骨干部队。对于国军，我们外交部是绝对充分的配合，我们绝对支持国军。吴钊燮嘛去立法院报告出现援助国外的成果，目前已经小连续捐予有需要国家2批，总共1700万的，各国嘛拢真感谢。毋过外界有声音认为讲，捐出进程应该成功建交。我们捐口罩的目的是要协助其他的国家来对抗这个武汉肺炎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政治目的。还有立委质疑，台湾捐喙烟予新南向国家，包括越南，但是越南前一阵仔才捐55万的喙烟予法国等等的欧洲国家，台湾根本就是伫替越南做喙烟的外交。不过吴钊燮强调讲，拢有事先问过因的需求。你们确定他有需要吗？那他为什么还捐给欧洲、捐给日本呢？我们都是询问对方，或者是说对方有来直接跟我们洽。一个越南的话，它是9000万人口，但是它一天的生产量只有500多万片，所以事实上它是有需要的。那所以我们是经过双方的讨论以后，就做这个互惠互利的一个安排。针对台湾伫咧对抗疫情的表现受到国际肯定，外交部嘛按算要翕影片来宣传，但是吴钊燮表示，今年要受邀请参加 WHO 也是有困难，已经透过友邦国家来正式提案，而且希望动员理念相同的国家联合来做，会继续拍拼到上下尾一秒。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讲，早起行政院议会通过追加1500亿特别预算，其中敢有165亿是防治病症的经费，剩的1300几亿拢是要替民间斗消头困难的用途。议会决定要推动一部公共卫生司法，别日经过国家考试的公共卫生师，就会当倒办疫情的调查，补助现处时医护人员的不足。立法院213读通过纾困特别条例修正案，行政院早起通过追加特别预算1500亿，要送立法院审议。也若追加的预算全部用机制来付，卖互经费为原本上进步的600亿，提悬到2100亿。经济部编列了774亿，主要包括制造业、服务业还有增产业等的营运薪资补贴383亿，还有用水电费的一些相关补助。那卫福部编列198亿里面，包括了关怀弱势加发的生活补助津贴41.3亿。1500亿追加的预算，经济部占上济，有774亿；劳动部310亿，占第二；卫福部有198亿；交通部有131亿；文化部、教育部、农委会、财政部、甲内政部，也有 NCC 拢有编列预算。也若武汉肺炎疫情毋若冲击到各产业，嘛增加医疗人员的负担。为着要互遮侪年来几廿万的受过公共卫生教育的人，会当担任公共卫生师，行政院早起嘛通过公共卫生司法的草案。它不定位为医事人员，其他现行的医事人员或专门技术人员，那么以及政府机关的委托，或者是学校、法人团体等等进行的研究计划，还有我们列的军事机构的任务需要，那么这些呢依法现行从事的，不会受到这个公共卫生师通过之后的这个排挤。那么意思就是这个提升专业，但是专业内容上不专属。草案明定，立法的精神是预防比治疗较重要，有规定就任的条件甲考试的资格，若无摕到证书的人，袂当使用公共卫生师这个名。也若因为突发或者是重大公共卫生的事件，政府会当指定公共卫生师做相关的业务。业务的范围包括做疫情的调查，嘛强调，敢若有经过考试摕到证书的人，才会当担任公共卫生师。行政院的版本会送去立法院审议，来应用新的公共卫生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政府连续推出甲民间斗消掏困难的政策，包含已经有讲较慢要发酷碰优待券，也是振兴抵用券来带动民间消费。但早起国民党就开记者会指出讲，酷碰优待券敢若有较无1%的人咧支持，望中央政府还是着爱发现金，若无嘛着考虑发消费券。点出经济纾困民调，强调发酷碰券敢若0.9%的民意支持。国民党呼吁蔡政府随修改错误政策，尤其政府推出纾困方案，其中针对疫情较累，按算要发酷碰券，也是振兴抵用券来带动经济，引发双面的论战。国民党搁在化为直接发现金。酷碰券它的支持度只有0.9%，那也就是在各项的纾困补助方案里面。酷碰券是敬陪末座。根据国民党民调显示，33.9%民众支持发消费券也是现金。目前敢若2派个人申请纾困方案，有超过60%民众分不清楚纾困办法。国民党要求蔡政府把政策用较简单的，业绩凄惨的相关业者嘛直接讲酷碰券的方案歹是平。好多年前我们就努力的在推。要用行动支付，但是实际上在我们那个区块根本就不可行。你无现金，你嘛用消费券嘛，这样子有个时间我们才能够把它拿出来花，这个对我们来讲帮助是比较大的啦。限制人数说进屋来，假日我第一次看到我们有相片为证，假日整条街一个客人也没有，不敢到屋来。原本人真多，但水上权即马是空。业者直接讲，业者是6-8成，甘愿违约嘛无要开店营业。国民党批评蔡政府的现金补助政策，全台湾敢若4%的人受惠。对这件代志，经济部回应，伊是进前都有6亿的现金拨款到位，帮助325间业者，拢总22000人受惠，有3900多间企业会当摕到473亿的融资补助。记者综报道。各行各业开始拢真简单。真侪农民即站是拢烦恼讲会买无肥料。虽然农委会已经有推动刻名注文代升的制度，不过但嘛有民众咧反映讲，注文肥料的手续实在伤过头复杂，甚至搁着登记土地资料，才有通一包补助20。但农委会这边是讲头一摆登记有影会较费气，过来若拍身份证号码，资料就会自动调出来了。肺炎疫情引起肥料之乱。农委会伫咧4月19推出肥料生命有价补助制，针对单月中讲，有价若7天内无摕到肥料，伊就请辞。严顾农民出面反映，有价规定真复杂，真侪农民年纪大，讲唔捌字，叫因写资料是真吃力，而且补助的20块，一个月以后才能汇入因的口子。应该就是开4片，讲你补助20块，即摆一包若5毫，建讲100块5毫，若300来讲，你都讲收入280就好啊。20块你后摆农会清册出来，你补互农会就好啊。安尼唔就较单纯，免讲去加紧铺啊、话卖啊啥，安尼嘛作废气吼。对农民的不满，农委会回应讲，卖200块以内，差不多占4成，每一包补助的20块，会先由各地农会支付。因若第一遍有个规定较复杂，也请农民谅解。只要这一次第一次建立以后，如果没有变动，就是输入 ID 地段地号就打出来，不用今年输入一次，明年又来一次，这样子就农友也不简便。那我们建立资料之后，以后就是照这个资料来做。农委会也指出，写地号是为了要互实际耕作者买到肥料，不过唔免提土地所有权的证明。在4月15、16有买的肥料，都已经照时间配送，所来会透过滚动式来随时检讨配送量。记者综合报道。近来真侪婚宴场甲庙会隆重促销，主食办料理的总铺师，势头嘛差真侪。有袂少师傅讲，自旧日过年过，都毋捌阁开工着。嘉义县餐饮工会他就讲，经过因申请劳工生活补贴的民众，3个就订一个是主食的总铺师。高雄这边也有多子师傅换咧煮料理，甲人送到厝，望挡甲风波经过，搁再有好天呢。门口有人排队，内底申请劳工生活补贴的人嘛一直无停。受疫情冲击，嘉义县餐饮工会最近真侪人上门求助，但将近1/3是办桌的业者。办47年，唔捌像今年讲旧年过年到即马，连开摊都无啦。拢退了，唔退个要20趴掉。
对旧历过年以后就无生理的业者真多，唔仅是婚礼促销、人丧事、宗教活动嘛拢缩小唔办得。餐饮工会到今仔已经提报1500名业者的申请。拜拜都无去啊，吼，比如妈祖生啊，吼济公生啊，吼，等等的生日，大家都拢无办到啊。甚至以前山顶，吼，你若丧事，甚至有30-40多嘛有可能，今嘛拢总甲爽的嘛无啊。同款的情形嘛发生伫高雄真有名的内门总铺师，大型餐会拢互促销。虽然不少民众希望改成到厝来办得，但业者成本袂合。他们就1-2桌而已，就一般聚餐，看有没有送到还要含桌子椅子，对，一定不好看，因为我们东西菜煮一煮，一定要比到那个有一定的行情在嘛，至少也要最基本也要5-6桌以上。有业者加强推广寄送到厝的料理，业绩有成长2-3成，但只会使淡薄仔补贴，希望尽量挡到疫情结束。记者王家川、郭正俊南无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实在讲，咱伫咧食一碗卤肉饭，食一碗鳝鱼面，食一碗点心，看起来无几元，毋过事实煮食办料理，学问真深。国情今仔日就对过去念歌的歌册，找出安东哥买菜原版日本时代内容。内底4句人咧讲，安东哥安怎用落鸡翅买种种的菜味转来办料理，听着是真趣味。咱也会当体会杜子师这道真正辛苦，真正费心情。4句人讲，安东猪肉买济味，着搁行着搁去，买骨青鱼来3天，通好来煮5柳鸡。顺刷汤煮红烧鱼，拍鱼丸落菜味。安东行到池仔边，举一目看一件。到底安东举一目看一件，去看到啥咧？事实讲，咱叶俊麟老师作词，然后做主唱，轰动甲即当阵迄条安东哥买菜，原本就是民间4句人的念谣，这就是正日本时代新编安东买菜歌内底4句人。内底讲到真详细哦，讲安东要煮红烧鱼，佮拍鱼丸落菜味，听着手艺真正赞。啊是讲做了到，毋是新妇教。安东一路行一路看，就是讲各种的料理所要用的菜色，包含果子，包含鱼啦肉，做一摆拢着爱甲买互10层。过来，咱继续来甲听。安东讲，青鱼阮看遮尔青，亲像我的红记记。开言才咧甲问起，鱼仔一斤几个钱？安东要买啥物面？假是安东你要滴凊彩，你着赶去。安尼讲价是要年。安东咱本地就知，这是娘秀才越州要探祝英台，祝英台因兜的家丁啊。看起来伊本地就是咧办料理，毋才会讲去到菜市仔来。安东开言才咧甲问起，问讲这鱼仔遮尔青，亲像我的红记记，鱼仔一斤几个钱？结果来到后壁，即拍4句人讲话，都毋是安东啊，讲话就是即个鱼仔头家。伊讲安东要买啥物面？假是安东你要滴凊彩，你着赶去。可见这着主顾客，这都毋是青云人客哩。安尼讲价是要年，即句要年，即摆原来足罕得听咯。即句是古早的台语，讲安尼讲价，当是要创啥货的意思。安尼讲价是要年，安东欢喜，即摆鱼仔买好啊，过来换要买啥？讲想着搁再行入去，看见菜色甜，白菜挂菜阮无爱，有道就买较澎湃。要穿上等的样菜，煎姜煞甲买一指，转来滚鸭好滋味，一只鸭4斤是，你认真甲听。安东咧讲讲白菜挂菜阮无爱，有道就买较澎湃，这就是讲伊用心计较，娘秀才要来越州呢，要来探阮祝英台，阮小姐呢，所以办有道，毋是办错的啦。有道就要较澎湃，要穿上等的药材，煎姜煞甲买一指，这煎姜要创啥？就是转来滚鸭好滋味，听着真正喙烂水，用要顶落来。安东办酒菜，内底内容一拍一句一字，安尼继续念落来，咱真正会当体会，讲总铺师好手艺，毋过幕后确实真辛苦。是讲这站，逐项各行各业拢总受损害，尤其观光游览业真上重。旅行社的创伤是真绝佳，当有旅行社业者就表示讲，就算政府有倒出援手，伊恐惊艰难会当挡到6月底。若照交通部观光局咧统计，
到今年3月，停业的旅行社有10间，改善的有9间，是讲甲过去几年政策是无介济。尤其这内底有袂少业者是申请自主停业，一档过，还佫会当重新佫再开业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对3月19饭店开始配合防疫，到4月底进前，全面禁止组团去国外佚佗旅游，或者是接待来台湾的观光团。这对国内的旅行社来讲，会使讲是正式宣布进入经济的寒冬。旅行社烦恼，依照即阵政府予因的纾困补助金，恐惊只有够予因冻到6月份。但9月份了后，这旅行社恐惊会一间倒过一间。旅行业撑到6月，我想应该大部分都可以撑到6月是应该撑得住。但是如果说你要大家再撑到9月的时候，可能恐怕大概有一半都已经就要全要退出市场。如果说真的要撑到年底不要说旅行社啦，可能航空公司不会倒。是。根据观光局俾我3年1月到3月份旅行业停业也有改善的数量，发现今年宣布停业的有10间，改善的有9间。其实这和去年甲2年前的数量差不多，并无大规模停业或者是改善的情况。观光局强调，最近宣布停业的旅行社，大部分拢是家己停业，1年了后也是会使重新回来做生意。依照旅行业管理规则的规定，他们会来跟我们申请停业。那有时候1年之后，他们也有可能会再延长1年，都是那公司治理的问题。不一定都是会受到一定就是受到我们这次疫情的一个影响。大前一阵嘛，行政院确定第2波的纾困预算400亿补助，因为这波疫情算更加上严重的航空业，也有观光业。其中旅行社营运成本补贴的这部分，大间旅行社6个月会使补助10万块，连续补助3个月，已经核定超过1000间的旅行社，补助的金额超过4亿。但薪水成本补贴的这部分，每一个人会使领到1万块，这阵核定的有167间，已经超过1000人会使摕到这个薪水补贴的部分。观光局也表示，薪水补贴这阵也伫咧核定，会赶紧把这救命钱予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关心咱的国防，昨中国海军075型海陆两栖攻击舰船2号舰落水运转，军事专家就分析讲，这是未来台湾海峡作战上界大的挑战。近来中国虽然面对病症，军事发展嘛拢继续加强，还有美国本地伫咧太平洋咧走的防空母舰发生烧毁武汉肺炎的案件，不过伊嘛另外搁派2只军舰驶通过南海巡视。学者就讲，中国、美国两边咧握手把，看起来双方拢唔让手。中国海军的第2只075两栖舰20日豆豆强拖出船坞完成落水仪式。075两栖舰会当载20只直升机，保障解放军即马水面军舰直升机战力补够，可以当载两栖车，互解放军战力增加。军事专家认为，中国除了有辽宁号、山东号的双航母，加上头一只慢动的军舰南冲舰，即马又搁有075两栖舰2号舰的加入，是未来台海防卫作战上大挑战。解放军的任何一型攻击直升机或者它的人员运输直升机，有效的作战半径足足可以跨越过台湾海峡。直升机到075这种2栖攻击舰进行整补的时候，那2栖攻击舰的位接受到辽宁号、山东号保护伞的保护。就算疫情严重，中国海军的军事发展嘛无停落来。尤其伫美国太平洋舰队、航母群、甲台湾的攀礁舰，拢因为疫情引发影响战略讨论。美军也是派2只军舰去南海，中国外交部先批评卖俩代志，冒美中海上势力对拼引起关心。数艘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上面已经有疫情出现一些影响但是美国用比较实际的行动来向区域里面，还有向美国的盟友还有一些区域的伙伴来展现他维护这区域和平的承诺，所以这是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政治讯号的展现。战略学者认为，就算疫情影响全球，对美中台3方在军事、经济等方面拢造成影响。美军继续派出军舰的动作，除了团大部放弃伫南海军事地位，嘛向中国展现家己要制造空邦机，互强军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南台湾，来讲台南市卫生局为着要互医护人员较莫和病人遐尔挖近，通降低染着病症的风险。当特别伫咧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遮设计出一只货柜检验站，内底毋但讲完全采用负压力的系统，密封隔开患者。上界方便就是货柜会当移山所在，四界去支援检验，发挥作用。看起来真简单的货柜，即马嘛变成防疫的采检站。
除了有4间独立的隔离空间，嘛采用负压隔离系统，采检区甲被采检区是完全密闭式的隔离。利用安尼减少医护人员执行相关处置的时阵，甲病人接触，确保袂互病毒围着。更较重要的是，会当刷去别位资源。对啊，就不会跟一般病人这样这个混杂在一起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都 OK 啊。那我们目前的货柜屋的功能，因为里面本身就有一个负压的功能，那所以使得我们人员的着装就不需要大费着装着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包括兔宝宝装。那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着装，然后进去做裁剪。这个货柜的采检站23透早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就强调，政府带头做防疫，就是要营造安全的采检环境。这个货柜采检站的研发，会当鼓励其他病院莫受到空间硬体设备不足的限制，提升收治的能量甲较好的品质。至于它运用的场域跟范围，这任何时间都可以用，不管是平时、现在，甚至疫情过去了后，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机动采检站。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用的话，也不排除将来再陆陆续续设置。不过，黄伟铁亲身接受采检，却因为现场的人伤多，样本无效。第二个货柜采检站嘛，预计23采购，未来放伫台南新营病院，提升大台南地区的采检能量。黄伟铁嘛呼吁，若是民众出现发烧、呼吸道疑似武汉肺炎的症头，要赶紧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西部看完，咱来看东部。来讲，虽然台东县内但是拢无人去治着武汉肺炎，不过若要验这款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拢都要送去到花莲外县市办，等待结果的时间嘛加真久。但台东县已经有甲中央争取着2组设备，即阵也已经送去到地咧试期待，后礼拜就会当开始就近检验病毒，4点钟就知影结果了。原本卫福部同意借予台东2套新冠肺炎检验设备，但是即马中央疫情中心已经同意甲予台东县登记使用，23口上去布入台东病院装机器。台东县总算会当甲北部佮西部同款，4点钟就会当知影检验结果，而且佮会当检验117种的传染病毒。从萃取到结果大概是4个小时。台东县卫生局统计，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送检的数量有168件，拢爱透早就送去花莲，上紧爱过工才会当知影结果。而且最近佫传出台东县嘛有接触者去过，互民众佫较烦恼。而且台东县佫有其他传染病嘛要化验，同款爱送花莲。今年到今就已经超过1700多件其他传染病检体送验。台东县政府表示，利用这边的机会，呼吁中央伫台东设置传染病人口检验机构。多几个那个检测点的话，对我们民众都很方便啊。民众对我们的要求也相对的增加，希望尽快的得知结果。我们发觉我们需要有一个属于台东县境内自己的传染病的检验中心。卫福部提供台东县的检验仪器，目前分别装伫台东马街病院甲部入台东病院，嘛指派人员完成训练。后礼拜完成中央考核，就会当检验新冠病毒。但是长期看起来，除了有专职的机构，嘛需要有专门的人力。台东县的检验能量才会当甲其他地区同款。记者综合报道。一来二去，台湾咧带动病情摊开，国民会使讲是真共心。咱公司台语台嘛制作专题的新闻，要讲出真心咧对抗病情的过程，上界感动人的一点一滴。咱就来看一个消磨20天的久，才按法国倒转来到地的台湾留学生，到底是虾米款辛苦的过程？伊又阁是怎样看待咱国家针对武汉肺炎所实施这种种的要求甲政策呢？内心的挣扎，我们到底是要继续留在法国，还是要回台湾呢？王体温记录身体状况，自泡面来指导，远距离上课写作业。这是台湾留学法国的朴树生演示伊居家检疫的日常生活。伊伫2月底就观察到，法国疫情正紧，就为几60人变做200人，政府防疫的动作绝对无对。伊伫当地挂喙暗受到歧视，决定先放下学业，回来台湾。现在准备上机回台湾，其实在欧洲、法国这边，几乎是没有任何人在戴口罩的。
3月7號為法國波爾多轉來到台灣，專程13點鐘，伊攏掛 NQ5的喙暗，盡量無食飯，無去便所，車10到台北進行自主健康管理。18因為政策為法國轉來人該做居家檢疫，這段時間因為調時差、天氣變化酷掃，目懷疑家己敢是餵着，好佳在問過醫生，確定講這是家己嚇驚家己。还是会有阴影的，一定会。我直到现在就是已经过那么久，那也基本上也没有症状发出来。但是比方说流鼻水、有咳嗽，我也会担心说，那我到底是什么时间点感染的？拢总经过20天，一直到3月29，也兄全工到台北赛车载伊转去台中的故乡。演示表示，无想到讲这抓要转来故乡的路这么远。进前伊伫台湾辛苦医治，远距离上课。正会晓数字管理的伊讲，伊的中程计划全部拢互疫情拍个乱去。这场疫情之战，嘛改变演示甲厝内人的生活惯习。但是消毒跟每天回到家里面要换洗衣服这件事变得也彻底执行。我们是手脚消毒的，连鞋底都消毒。目前，伊正骨力咧做国民外交，法国朋友的态度嘛和进前无啥共款，拢来问伊讲防疫有啥物撇步，伊嘛正愿意甲台湾的防疫经验分享互法国知影。记者由于张玉水台北报道。目前按国外倒转来在家来检疫的民众有上万人，确实地方的民政机关甲警方也有负担。当工业技术研究院就设计出一款智慧关怀居家管理系统。这个系统会当定位伫家内隔离的民众，范围会当缩小到10公尺内，确实是予咱这里长、李干事带头减轻袂少。居家隔离的人若是离开厝里，手机的定位系统就会随提醒管理人员。这套管理系统毋但缩小定位的范围到10公尺，辨识的功能嘛会确定电话是本人接的，而且伫咧居家隔离期满了后，会主动甲相关的资料清除，确保这的资料袂流出去。定位非常精准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需要判断说，我们这个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那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方法去判断说，是不是当事人有没有跟手机分离。目前居家检疫管理系统因为定位有侦查，潜在发生报唔到的情形，互里长甲警察等等的防疫人员真困扰。刚建议开发智慧居家管理的系统，结合基地台、GPS 等等多元的监测资讯，来减少报唔到的情形。目前已经在做测试，会由新德市大城来使用。需要协助执行居家隔离吗？好，没问题，马上派员过去。新德警方实际测试系统，来将居家检疫的人更较准确的定位信息，避免防疫人员常常绕空抓。家里附近基地台位置比较多，那可能它的位置可能原本是 A 基地台，就变到B 基地台的时候，可能它那个位置就会跑掉，那可能抓的距离就会有出入。因为这套管理系统会当利用自动排时停卡电话的功能，互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会当做关怀的访谈，透过双方的通报机制，唔但会当减少人工查核的负担，嘛会当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干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花莲县政府领先全国实施全县来统一远距离教学，就是学校拢用网络教课。不过外界是较关心讲，大了较遥远的学生，也是较弱势的家庭，敢有网络的信号、甲电脑设备通好运用。县府这边是强调讲，会调度器材来应付学生的用途。那这站社会就要放心。为着要了解远距离的教学可行性如何，花莲县政府伫咧22，甲规个花莲县186间的国学校做测试，拢总有1787个学生，同一个时间伫咧系统顶悬参与，用网络来上课。学生对伫咧厝里上课的方式看法是真无共款。在学校上课好，可以跟那个同学互动，而且如果环境很吵的话，然后你会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家里。为什么在家里？家里可以偷喝饮料。可以偷玩手机。县府强调，花莲是全国第一个大城实施规个县远距离教学的县市。外界是真关心偏乡甲弱势家庭的学生，厝里敢是有相关上网的设备。教育处表示，经过普查了后，差不多有2成的囡仔厝内无电脑或者是网络，已经传平板电脑甲500个手机啊网卡，和学校祝福有需要的学生。教育处其实都有配发一点点平板到各学校这样子。中华电信还有一些民营的电信业者，也有提供4G的网络卡。给学生在家里没有网络的情况做使用。
这套阮旧里教校的软体是靠政策来决定画面，所以只要同学拢伫咧讲话，画面就会跳来跳去。老师目前是规定学生爱甲麦克关起来，避免画面伤乱。教育部嘛当咧研究线顶考试的系统，互囡仔袂因为停课来停止学习。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若是抑阁去学校咧读书的学生，逐工拢都爱除酒精、磅体温，每一工拢爱做这个工课。屏东东港国小就有老师发明一台用脚力的酒精消毒器，唔免用手摸，只要用脚打一下，酒精就会自动冒出来。尤其这个老师真好，伊肯甲伊的设计甲发明开放给所有用得到的单位。甲下底这个卡达棒打落去，酒精就为顶悬喷出来。屏东东港海滨国小的细汉囡仔入去教室之前，就来遮打一个消毒手。这台喷酒精的消毒器唔免插电，也免派人伫咧遐顾，学生拢感觉真大心。我倒是没有看过这种用脚材的酒精喷雾器，然后就觉得它很新奇。因为会晓自动喷酒精，迄种红外线感应式的酒精消毒机绩效无俗。屏东东港国小的老师专工设计这台用插棒接机关混合小朋友的身管，用卡打就会使除酒精的消毒器。那个老少咸宜都可以，很多小朋友都会喜欢这样。或者说有机关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材料包。那我们用研洗方式，让那个学校啦，或是有一些机关他需要的时候，让他们来研习，他们组合。老师建议和所有需要的人分享因的设计，望这台酒精消毒器，互防疫的工课会使更较集中。记者综合报道。病症爆发到单，咱常常听人讲，都爱挂喙暗，都爱消毒手骨。台湾科技大学设计系学生今年毕业作品，就有一寡同学用这项角度来做灵感，像讲几分钟就当完成的一张立体海报。原来主题或者阿中伫咧甲你看，到底内容伫倒位？咱看得真趣味。同齐来看卖。避免近距离的喙烂传染，大口大餐厅已经有透明的隔板，但是隔板淡薄仔无聊，无熟悉的人坐伫咧对面，淡薄仔怪怪，搭规张大纸有无共款的感觉。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你的生活里面有50件小事情、50件小问题，然后你把它一个一个解决，然后让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比较圆滑、比较简单一点的时候，你的整体的生活也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更顺利。设计系4年的江义成、张和平的毕业作品，以全台湾超过245点钟的观察做基础，提出50件解决都市问题真有趣味的设计，几分钟就会当完成。阿中咧看你的海报，伊的目睭会缀咧走，随时提醒爱挂喙安。平常如果没有做这个壁纸的话，这路上就是低头滑手机或者戴耳机听音乐。但是为了做这个壁纸，你必须要打开你的耳朵，打开你的眼睛去观察你生活周遭的一些事物。因为毕业作品2位大学生才体会，设计是关心家己的生活，解决问题真好。大学最后半年拄到疫情，生活甲学习受影响，感觉大家拢真紧张，才会出现真趣味的想法甲设计。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镜头扫过来分林来讲，六帮马过路绕境，这过去是一年一度宗教的大事。今年六帮马会嘛将10几年来接到信徒所献的金牌，用做一块一块的金砖，这边拢总用258两的金啊。另外，今年六帮马过路绕境活动也取消，干那进行简单新尊移驾仪式了尔。分林六帮马会人员甲信众寄付的金牌，一块一块摕出来算数量，准备甲杨做伙嘛较好管理。邀真侪信众专工走来现场观礼。今天要拢真的有258两，可能等的咧，会当拢真的差不多10块一块1公斤的这个金牌安尼。秘书长表示，过去就捌有人甲金牌杨做伙，这届为着要互信众了解这几档寄付的金牌数量，按算自民国97年到今，总共会当杨258两的金仔。杨做规地大金牌，未来会放点银行的金库，等若有需要的时，再由委员会讨论提出来使用。咱配合中央政策为优先，所以咧，原则上，阮商务理监事会咧，咱就有决议停止这个绕境活动，只办理咱这个新增的移驾安尼而已。原这一年一届的国家重要民俗六帮马过路绕境活动，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宣布暂停。理事长表示，
配合政府防疫，不得已才取消绕境活动，目的嘛是希望保护信众的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六帮马看完，咱来看大甲妈。来讲台中市大甲区德化国小，近来真积极咧推动独轮车的运动，鼓励学生自细汉就来学骑独轮车。学校嘛对去年开始连续2冬，带独轮车队参加大甲妈绕境。尾首阁特别整理做一本册，号名叫做《独轮印记》，望讲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这学生骑独轮车绕境的过程。学生囡仔骑高轮车，手牵手坐可轮凳，伫家己新港洪天宫庙前表演甲真精彩，民众看甲目睭袂记哩呢。因是台中大甲伫华国小的高轮车队，连续2冬参加大甲妈的出巡进香，因若有本领，嘛有影视会堪伫食苦。一开始你要跟别人加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害羞，就是不敢大声讲话这样子。可是到了最后，因为你会觉得非常累，然后你听到别人的加油声，你就会继续有力气的继续骑下去，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跟别人大声的加油。学生对大甲妈出巡，嘛伫过程中体会到台湾的认真味。老师甲学生做伙出一本册，记录大家所看到的风景。这是一段辛苦毋过使人难忘的过程。每一个景点都是一开始由张主任对于这个景点的介绍，然后接下来就是孩子或家长在这一段旅程中，他对这个景点有感觉、有印象的，就把它转成文字写下来。校方表示，这2档学生骑高轮车对大甲妈出巡，敢若参与去也是回来顾一抓尔尔。等到疫情过去，未来因拍算袂9天8暝全部对甲到，因除了加强训练，嘛要做伙卖这本册，卖的钱会摕来做高轮车队经营开销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因为东北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会较凉冷，阁有华南分河区也刷向东边，北部阁有东半部这边拢会落雨，甚至无定阁会变甲大水雨。观众朋友，咱若要出门，雨伞、雨伞都要记得穿。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8度到22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3度到27度。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19度到26度，金门马祖澎湖16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